Okay, let's go. 歡迎大家翻到嚟無謂講啊，我係青子啊。最近發生咗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啊，緬甸地震啊，泰國地震啊，咁啊冧樓啊等等一啲事情啊，咁啊大家可能會聯想到7星連珠啊、9星連珠啊、5星連珠啊，或者紅色月亮，所謂血月啊，咁啊呢啲呢都係大家認為啊可能唔係幾吉利嘅徵兆。咁但係啊喺2025年4月13日啊就會發生一個非常之有桃花感嘅好事情啊，就係粉紅色月亮啊將會展示喺你面前啊，一個好浪漫嘅天文現象啊。咁你哋可能會諗到美少女戰士 Sailor Moon 啊，同樣都係以月亮啊為象徵意義嘅一套卡通片啊，經典嘅動畫。但原來我哋翻查翻呢個粉紅星滿月嘅意思呢，其實原來唔係話個月亮真係變咗粉紅色，而係美洲啊原住民啊佢哋會喺4月份嘅時候定咗呢一個日子啊為滿月啊。咁嗰個日子就好簡單啦，個月亮係粉紅色，咁就係滿月，象徵春天嘅來臨，希望嘅來臨啊。咁大家其實都知道我哋中華民族啊都會有通勝同埋農曆啊。咁原來西洋嗰邊呢，外國其實係有農曆嘅出現噶，佢哋叫做乜嘢啊？老農夫的年鑑啊，其實都係 for 農耕工作使用噶。其實同我哋中華民族嗰本通勝同埋農曆都差唔多啫，所以話西方都有通勝啊。咁啊大家唔好覺得通勝係啲咩迷信嘅嘢啦，因為西方都會用通勝，用於日常生活當中。好，我哋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翻嚟無謂講啦。